Hello， 大家好，係咪有少少奇怪？點解會見到我喺度出現呢？其實我同蟲蟲姐姐係合作過㗎。我記得係04、05年度啦，我哋拍過一套劇集叫《飛短流長父子兵》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今日咧係主要係恭祝蟲蟲姐姐咧喺2月28號星語館演唱會成功大賣，加油！知道佢喺2月28號咧就有一個演唱會喺醫館嗰度，咁我喺度咧祝佢咧所有事情都好順利，咁所有歌迷朋友咧亦都睇得好開心，一齊共度一個愉快嘅晚上，加油啊！我聽到啦，陳松伶姐姐，不過我想點唱咯，有3隻歌我特別中意嘅，烏卒卒啦，希望你唱啦，另外就係牽掛啦，仲有就係相聚一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謝天華。蟲蟲翻嚟啦！2月28號，陳松伶演唱會將會喺灣仔新醫館舉行。如果大家想重溫佢嘅經典金曲咧，咁就唔好錯過啦。Hello， 我喺呢度祝蟲蟲喺2月28號喺醫館嘅演唱會大賣。蟲蟲 ，Good show！Solo concert 2月28號喺伊利沙伯體育館，蟲蟲姐姐 Good show！